在媒体发达、资讯爆炸的现在，假讯息充斥在我们生活周遭。无论哪一个年龄层，都需要透过学习培养媒体识读的能力，以免受到错误资讯的侵扰。所以，中嘉宽频、双子星、三冠王今年111年开始，持续和成大、新楼等医疗院所合作，预计巡回社区举办12场媒体识读课程。今年第一场适逢元宵节，宣导团队邀请65岁以上长辈来到北区仁爱里活动中心。虽然气温骤降，不过大家都出席踊跃，气氛相当热烈。这个嘛，对，好，哎，对啊。那这些我们就来实验，请我们3-4个小时，如果都在滑手机，都在看电视，那咱的书记也是那个寒假的时候加一加，其实真的都跟学校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那所以说，如果你们接受的讯息都那么多，比占那么高，可是如果你都是接受错误的讯息，那是不是就很完蛋了？所以咱讲要强调媒体识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安呢。根据国家发展委员会108年针对个人家户数位机会的调查报告，65岁以上长辈收到不确定消息完全不会查证的占60%，是最高比例。所以如何加强这方面的媒体教育，正是长辈所需要。其中仁爱里成为社区长照站，每周规划2节课，除了健康促进以外，类似食品安全、养生保健的消息，知道如何分辨真假，甚至前往事实查核中心等网络平台来查证，相当要紧。对的，不对的，你有时候真的是会被一些耸动啊，被一些好像很吸引人的东西，你会被吸引。但是有一些正确的判断对大家安全啊，对大家正确性真有帮助啊！媒体如何运作啦，真假信息的辨别对里面对希望大家拢多角度的看比较能够使视野较大比较能够辨识真假台湾迎接超高龄社会，除了刺激长辈愿意走出来社区活动，帮助他们活到老学到老，也是生活安全重要的一环。终结假消息，赞！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